大王，魏姬夫人就快要生了，奴婢恭喜大王了。你在这好吧？夫人待我亲如姐妹，住在这里都不想回广娃宫了呢。你们有没有闻到这屋里是不是有什么怪味道？是吗？冬梅，叫人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，再用梅花香里里外外熏一熏。是。这味道真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大王，这是我让人从魏国买回来的调料，难怪大王闻不习惯了。可这赵家的东西怎么弄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大概是我沾到果盘上了，奴婢有罪。沾就沾上了，没事的，做你的事情去吧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奴婢看外面阳光明媚，不如扶魏姬夫人出去走走啊。听老人们说，分娩之前动一动，更能生得顺畅，生得平安呢。倒是有这一说哎。爱妃，我们到外面去走走。夫人去吧，一会儿回来屋子就熏好了，大王在这里待的也更快意呢。走吧。夫人，大王，大王陪我出去走走。快，你们几个去那儿。快，那儿，这边这边。快点，快点，这边，你们几个，这边这边。你愣着干什么呢？冬梅，这魏国调料实在厉害，都怪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些，快些，这边这边，把这边好好熏熏。还能再忍一忍吗？你等等，我去告诉他们啊！把头抬起来。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我们认识吗？我问你是谁？我原本在大殿下那里做事，管家爷前天刚刚把我派到这儿来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冬梅，她原来侍奉过大王，心灵手巧的，还是我同乡呢。一个说在大殿下身边，一个说原来侍奉过大王。我看八成是有鬼吧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好了好了，这里可以了，你们出去吧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出去吧，通通出去。走吧。大王，我听说王后和伍子胥……寡人刚想忘记这件事，你怎么又提起了？大王宽恕，我只是担心，我只是为大王担心。
为寡人担心什么？母子连心，我是担心有儿殿下他。是。这件事，寡人就是因为有儿才进退两难的。来，坐。我知道大王疼爱大殿下，可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让大殿下心生芥蒂，如果他心生芥蒂，我是不能让他做储君的。那千庸呢？千庸是个好孩子，只可惜他没有个血统高贵的母亲，所以寡人希望你给我生下的是位王子，这就让寡人100年之后能有更多的选择。笃定是个小王子，请大王放心。冬梅姑娘，她实在忍不得了，用力，再用力，1、2。你说的密室入口在哪里啊？就在床旁边那面墙上。看冬梅慌张的样子，密室里一定出事。也许是孩子快出生了吧。这里。大王，我还是有句话想劝劝大王，你说。放过王后吧。大王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呀？寡人知道你一向和王后不和。那要看什么事情啊？我劝大王放过王后，既是为了大王，也是为了大殿下。放过她。臣妾要做母亲了，自然了解了做母亲的心。王后这么做，都是为了大殿下。换作是你，你会这么做吗？为什么？我会做一个好母亲，可首先要做大王的好女人。哪怕是为了儿子，也绝对不会伤害大王，伤害我最敬重、最尊崇的男人。你的话，寡人记下了。就是这面墙吗？嗯。哎，这个。慢，那是通往密室的警铃，动不得。你进去看看。我？对呀。我不敢。还想谋上位，连这点事情也不敢做吗？你看看，这里只不过是条通道，从这儿到达密室还有一段距离。你进去之后不要惊动他们，只要确定要分娩的女人在里面，就赶紧返回来。啊？使劲儿，再使点劲儿。去。
劲儿啊！使劲儿！到底怎么了？像是胎位不正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再要是免不下来，母子怕都要保不住了。使劲儿！无论如何要保住孩子，不然夫人会要了你的命。是，哎，姑娘，快帮帮我呀！快拿毛巾，来，使劲儿啊！哎，拿剪刀来。喜子，喜子，先不要动，先把孩子撵出来。哎，好，使劲儿！那是什么？夫人，见不得，闪开！让小奴先进去看看。管叫你闪开！是个男孩。启禀大王，是个男婴。讲，一个宫女有了私情，生下了这个孩子，夫人要下了他。不关夫人的事，是奴婢为了救那个宫女，把这个孩子替夫人收下了。求大王饶了夫人，饶了夫人。在今天之前，有谁知道这件事情？郑丹，奴婢在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？是王后的贴身婢女翠儿告诉我的。这么说王后早就知道了。王后早就知道，之所以没有拆穿魏姬夫人，是觉得大王还没有回来。为什么要等到寡人回来？王后说什么？说要当着大王的面戳穿他，这样才能彻底扳倒魏姬夫人。竟然用这样的事报他的私仇！王后没有想到大王会派兵包围了他的寝宫，所以只好让翠儿来找我，让我找到密室的入口，当着大王的面揭开这件事。夫人，你累了，把它给我，你歇歇吧。夫人，夫人，那丫头，她死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这件事西施知道吗？
应该不知道。这话怎么讲？我们没有说起过。真的没有说起过。嗯。他就算知道，你也会袒护他。奴婢不敢。大王，大王这是怎么了？魏姬的事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。知道。奴婢知道，只是没想告诉大王。为什么？大王可知道魏姬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寡人不管他为什么，胆敢用一个庶民百姓的孩子来冒充寡人的王子，杀了他！他只是太重视大王对他的宠爱，只是想在大王的心中有更重的分量。说到底，这也只是一个女人心中的期望所致啊。奴婢想，如果大王知道了，不仅饶不过魏姬，一定还饶不过那名宫女和孩子。可他们是无辜的。无辜的，无辜的，无辜的，魏姬是无辜的，王后是无辜的，你们通通是无辜的。难道有罪的是寡人吗？有罪的是寡人吗？为什么不讲话？寡人要你回答我。大王没有错，可奴婢求大王想一想，这后宫中有那么多的女人，哪个不再祈求大王的宠爱？就算是他们做错了，大王就不能饶他们一条生路吗？照你这么说，错的还是寡人。绝不放过他，绝不放过他！什么苦宫之臣，什么王后爱妃，寡人给了你们高官厚禄，给了你们万千宠爱，给了你们想要的一切。可是却一个个无视寡人，欺骗寡人，背叛寡人。谁能告诉寡人，这前殿后宫有哪一个寡人能相信？哪一个能相信？大王不必这样难过。这前殿后宫之中，不乏正旦这样钟爱大王、尊敬大王的臣子和女人。大王，他叫我去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死？如果为了大王要我去死，我毫无怨言。大王。大王开心，能让大王从现在的沮丧之中振作起来。正旦死而无憾了。正旦姑娘，还痛吗？寡人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可奴婢是认真的。你的心，寡人看得到。大王的心绪好多了吧？好多了。寡人只是没有想到。没有想到什么？王后、魏姬，尤其是西施，她们都是寡人用情至深的女人。
现在却一个比一个更让寡人失望。其实西施没有做错什么。在魏姬的事情上，他根本没有把寡人放在心上。那我也没有吗？只有你是真正为寡人着想。不过你先别忙着高兴，寡人不会封你为妃，更不会为你建造新的宫殿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没有这些，就没有你对寡人的忠心。大王不必再说了。郑旦别无所求，不求封号，不求奢华，只求天天能和大王在一起，我就知足了。好。快走！上来你们，走啊！快走，快点，拖出去！快点，那边去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走。夫人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这里有一碗米汤，夫人快喝了吧。走了，都走了。我劝夫人回魏国，夫人就是不肯。现在这侍卫把住了宫门口，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怎么了？夫人在说什么？走了，都走了，清静，清静，不哭不哭，母亲不走，母亲不走，不哭，母亲不走的，不哭，夫人，不哭，夫人，不哭啊！他们走，母亲不走。大王，奴婢知道大王在想什么。你说我寡人在想什么？宫里的人都在说，伍子胥已经向大王认输了，吴国所有的兵马都在大王手里了，所以，大王一定是在想，说下去。一定是在想称霸中原的大事。哦，你还知道寡人的志向？那当然了，称霸中原，让列国都拜倒在大王脚下，那有多威风啊！我说错了吗？不错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寡人就是要领霸诸侯，让列国拜倒在寡人脚下。不过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吴国北有齐鲁，南有楚越，这越国就不必说了，但这齐和楚可不容小觑。寡人计划花3年的时间来富国强兵。我已经把我们越国都打败了，难道还不够强吗？启禀大王，太宰大人求见。请。是。叩见大王，叩见郑旦姑娘。太宰免礼。谢大王。禀告大王，魏姬夫人那里，臣已经按照大王的意思做了安排，可是接下来怎么处置，请大王明示。寡人想听听你怎么说。奴婢不懂宫里的规矩，不知道魏姬夫人该受到什么样的责罚，不敢乱讲啊。太宰以为呢？按照我吴国的律法，这样的欺君大罪，当斩。当斩就斩。
不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一定要查个清楚。臣一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还有什么？还有王后的事。王后的事交给他。交给谁？伍子胥。相国，宫里来人说什么？让老夫进宫去处置王后的事。老夫还没有摸透大王的用意。用意？哼！我看大王是在羞辱相国。王后的罪名就是和相国勾结，可现在却要相国处置王后，这一招何其阴毒啊！羞辱老夫！夫差虽然恨我，但还不至于如此吧？这不是明摆着，他要看看相国如何处置你。处置过严了，天下人会说吴相国不仁不义，把罪责推在了王后的身上；处置过轻了，夫差又会说相国和王后是同犯、共犯，更会加上一道包庇的罪名。相国，末将劝相国千万不要上当。相国，你就不能听末将一句忠言吗？讲。大王虽然收回了兵权，可3军诸将大都是相国的旧部，不如趁早夺下王位。只要相国登上王位，必定能一呼百应。相国，老夫年事已高，来日无多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想到自己的名节。当初一时泄愤，便使楚平王铸成大错，天下人至今不知。如今不能再错一步了。是不能再错一步了。相国再不当机立断，总有一天，大王会向相国下手的。哼！老夫当年孤身一人有处置吴，报了灭门大仇。夫差胆敢对老夫下手，哼！我伍子胥还没到趴下的程度。来人，在。备车。是。大王，王后，你们闪开！大王谕，王后不得走出宫门。大王，臣叩见大王。相国免礼，起来说话。大王，臣已经说了，臣的所作所为与王后无关，请大王不要为难王后。大王，这是要羞辱老臣吗？相国这话从何说起？所谓臣和王后勾结密谋一事，由我一人承担，无论大王如何处置，我担下就是。可现在，却要我来调查处置王后，臣不明其意。相国满腹韬略，料事如神，怎么今日说起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呢？这反倒令寡人摸不着头脑。臣愚钝，难道大王让臣进宫，不是要我来处置王后的吗？魏姬的事，相国有耳闻吗？魏姬夫人，她李代桃僵，竟敢用一个婢女的孩子冒充王子来蒙骗寡人。这么说，魏姬夫人有孕是假？臣实在没想到，魏姬夫人会做出这样的事。
还有一个人，让寡人更不能容忍。难道王后也从中做了什么？她虽然没有做什么，但她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。作为后宫之主，寡人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她，她却瞒而不报，隐忍不发，只想看着魏姬铸成大错，再除掉她，从而使寡人难堪，使寡人蒙羞。大王这样讲，有什么凭证吗？郑丹，说给相国听。是。相国，请看，这是王后赏给奴婢。这赏赐和这桩事情有关吗？自然有。大王让奴婢去照看身怀有孕的魏姬夫人，由此我发现了魏姬在欺骗大王。奴婢知道王后是后宫之主，所以冒险来禀告王后。王后怎么说？王后说，王后要奴婢不要声张，一切等大王回来。够了，不用再讲。魏姬的事自有薄皮处置，王后的事就交由相国审理。如果相国不肯审理，臣遵旨。只是什么？请大王授臣以全权。好，寡人答应。夫人，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吃的了，奴婢熬了这碗米粥，夫人快喝些吧。来，我用米汤喂喂她。来，他没了，他是被破坏了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夫人，把他给我，他死了，我把他带出去埋了。你胡说！夫人，给我！你再胡说，我去告诉大王，我告诉大王！夫人听奴婢的话，来给我，让开！快开！夫人，睡，婆婆，好好睡。太宰大人，太宰大人来过这里吗？这里是朝臣的禁地，不过在当初100米之外，就能听到丝绸乐舞之声。哎呀，时过境迁，奢华不在喽。算了。太宰大人，求太宰大人救救魏姬夫人吧！那个孩子已经死了，可夫人就是不肯把他放下来。那个宫女呢？在分娩的时候就死了。把这孩子抱过来，快点！夫人，
你要干什么？把它给我！不许抢我孩子！不许你抢我孩子！夫人，我是冬梅，我叫你走开！夫人，夫人，太太大人，太太大人！事发以后，他一直是这样的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夫人认定那个孩子就是他所生，从昨天到现在，连我都不能碰一碰。难道他不明白，这孩子已经死了？像是不明白。他这是气血攻心，精亏神乱所致。求太太大人找个郎中给他诊治诊治吧。这个时候，谁也帮不了他。我叫人买些食物和用品给他。谢太太，太太大人。哎呀，不用再说别的了，找个玩偶，把那个死婴换下来，埋掉。难怪魏姬要想出这样的办法来争宠。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！难道满朝的文武不是如此吗？就连本太宰也是小心做事，如履薄冰啊！好，那这段事情，太宰打算如何处置？我知道太宰不想当恶人，可眼下大王接连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盛怒之下法随不了太宰的愿。你说的不错。那我要把这件事拿到朝会上。拿到朝会上？虽然我是执掌建邦6典的太宰，但这毕竟是大王的家事，我要和众人一起拿个主意才好。那要是这样，魏姬就必死无疑了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生不如死，那死了，倒也成全了他。太宰大人，太太，我倒是听说岳禹锡师也得罪了大王，尚不知详情。可是最近这些日子，在大王身边的是哪个正旦？这倒是有所耳闻。这个姑娘可不可小觑啊！她美如西施，质比王后，更有为姬取悦大王的手段。我没看错的话，日后大王以万般宠于一身，只有她一人。哎，眼下的吴国是个多事之秋啊！大王夺了伍子胥的兵权，后宫要更换女主，太宰大人一定要抓住这个要紧的时机，不能大意。既然太宰觉得那个震旦必得独宠，是啊，是要在他的身上多用些心思。末将拜见相国。本相国奉大王谕，全权处置这里的一切事宜。末将已经知晓。听令，带你的属下即刻返回大营。这……是。走。臣拜见王后。这个时候，相国就不必如此了。坐。谢王后。你们退下。外面的军士都已经离开了，王后尽可自由出入了。是大王让他们撤下的。哦，是。老臣也意外呀，大王竟然叫我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这叫老臣进退两难，不知所以呀。相国不必说了。王后交出金印金册做什么？请相国转呈大王，就说我自动废弃后位，也替我多多拜谢王恩。这还请相国对大王讲，既然我大错铸成，鸩酒也罢，冷宫也罢，全凭大王处置。
只请大王网开一面，不要连累了大殿下。王后不要如此，王后千万不要如此啊！千错万错，都是老臣的错。为姬贾运的事，是我知而不报，和相国无关。不，大王真正怨恨王后的，还是那件事情。可那件事，罪在老臣，也是我用扶持谦庸逼迫王后答应的臣。所以这件事，只能由我一人承担。我对为姬贾运知而不报之事，相国也能承担吗？我现在别无他求，只是怕柳儿受到牵连。如果相国能够自保，如果相国依旧在相位上，就请相国无论如何帮帮我。王后如此，更让老臣无地自容，无地自容啊！这话从何讲起？老臣这次带兵前往越国，的确是想逼迫大王灭了他们，剪除我吴国的后患，并且下定决心，如果大王执迷不悟，就力扶有儿殿下登上王位。可是，就因为大王要老臣一家人的性命做赌，老臣可以失去一切，却万万舍不得儿子，舍不得儿子有一丝一毫的风险，这才功亏一篑，也连累皇后落到如此境地。臣该死，臣无言以对王后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不怪相国，不怪相国。王后，臣是有儿如己出，有我在，就绝不会让有儿殿下受到任何伤害。谢相国。王后。都3天了，还不见大王的影子，看来他这次真的生气啊。是啊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天都不到这儿来。可那个魏姬夫人也的确可恨，竟敢这样欺骗大王，换成什么人也会生气的。可是他生谁的气，也不该生姐姐的气啊。而且我听说呀，听说什么？你是想说甄丹的事吧？姐姐知道。他们跟我说，甄丹一直在大王的身边，甚至还去了大王的书房呢。那可是所有后宫的嫔妃都不能去的地方。他的事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才不想说他。那万一他在大王的身边说姐姐坏话怎么办？难道你去堵住他的嘴？反正我就是讨厌他。其实，他的心地也不坏。姐姐，你怎么还为他说话呀？我看大王对你生气，全都是因为他。这个大王也真是，居然这么爱姐姐，怎么说变就变了？要是倩蓉也是这样的人，我绝不饶他。别这样说，如果有朝一日倩蓉当上了大王，除了王后，也会有其他的嫔妃啊。不会只有你一个人。谢天谢地，他永远也当不上大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他哥哥呀，轮不上他。夫人，大殿下求见。哟，你看，说到他，他就来了呢。殿下稍等，夫人正有要紧的事情。要紧的事？王后那里的兵士真的全撤掉了？撤掉了。魏姬夫人那里呢？那儿门外有侍卫看守。虽然外边有侍卫看守，可里面的男女奴婢
全都走得干干净净。大王这2天也没有去管娃宫，没有去管娃宫，身边一直跟着一个叫郑旦的姑娘。好吧，你们去吧。母亲，庸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没有，什么事也没有。看你这满头大汗，来，我给你擦擦。母亲，我新练了一套剑法，我这就练给你看。我可不懂什么剑术。来，喝口茶，我带你去见父王。母亲，见父王干什么？练给你父王看吗？我看还是先不要去了吧。为什么？他们说父王这些天不高兴，先是和相国闹翻了，后来又是出了魏姬和王后的事儿。你都知道了。越是这种时候，你就越要去见他。幼儿要随着他的母亲一起失宠了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能让你的父王高兴，能让你的父王看到你的长进，说不定我们的千庸就是未来的储君了。不，你说什么？做储君的该是我哥哥，我不想取代他。那你每日每天读书习武为了什么？为了将来能辅佐我哥哥。母亲，这些年我在你的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？我韬光晦尽，忍受屈辱，为你四处寻找名师习文学武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斗败你的哥哥，坐上储君吗？把头抬起来！如果你还是我的儿子，就听我的话，不要去学那些假仁假义，不要去和孟瑶那样的姑娘厮混，趁眼下的好时机，把你该得到的夺过来。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打疼了吧？难道我请夫人在父王面前说个情就这么难吗？殿下急得一天水米未进，夫人就答应他去跟大王说说吧。你们不要为难我西施姐姐，因为魏姬夫人的事，大王生了她的气，几天都没有到这儿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不劳夫人，我去见父王。大王正在火头上，殿下不能去。秋蝉说的对，这时候你不能去见他。不去见父王又能怎么办？没有人能帮我，没有人能帮我的母后。母后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全是因为我不能眼看着她受苦，我做儿子的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事交给我吧，我去见大王。姐姐，谢谢夫人。殿下快请起。母亲，那是父王。你看这花好美啊！回头叫人给我送一盆好不好？父王，还是叩见父王。钱庸，快起来！谢父王。大王，看你的气色像是好多了。谢大王，好多了。奴婢拜见夫人。这位不是郑旦姑娘吗？这几天寡人一直让她陪在我身边。大王远行归来，身边是该有个人好好照应。这位郑旦姑娘看上去倒真是蛮伶俐可人的。谢夫人夸奖。大王，天庸非要吵着要我带她来见你。有什么事情吗？父王，还是新练了一套剑法，想练给父王看。这是好事，自己来就行了，怎么劳动你的母亲呢？回父王，孩儿是想让父王和母亲一块儿看吗？好，我们就一起看。谢父王。父王，母亲，这套剑法练得不错，改日和你哥哥比试比试，胜者强，败者罚。回父王，
孩儿不如哥哥。自知不如，就要更努力，这才是我的儿子。是。禀大王，武相国来了。老臣拜见大王，拜见夫人。看相国的神色，像是有要紧的事要说。是。不妨事，请相国指讲。是关于王后的事。王后自请离开后位。王后说，她大错铸成，鸩酒也罢，冷宫也罢，全凭大王处置。王后只请大王网开一面，不要连累了大殿下。替寡人暂存，还需要犹豫吗？相国，你去告诉王后，有儿是他儿子，更是寡人的儿子。无论他出什么事，都与有儿无关。是。钱雍，儿在。父王刚才的话你赞同？对。大王，关于对王后的处置。他能这样想，这样做就够了。你再告诉王后，他还可以继续住在他的寝宫，只是不能再享有王后的名分。大王，这废后事大，还是召集群臣细细商议才是。召集群臣商议，寡人有言在先。如果众臣做出比废后更重的惩治，寡人可要你武相国一个人承担。废后事大，不过臣遵从大王。大王驾到！参见大王。启禀大王，今日臣和这几位大人一起商议了，对于魏姬夫人一事的处置，可是其说不一，所以想请大王做最后的决断。说来听听。大王，臣以为魏姬夫人身为魏国公主，不能不考量吴魏两国间的和睦。如果处置过度，后果难料啊！臣倒以为这点不必多虑，这样的大罪，即便是在魏国也绝难宽恕。臣是想，王后的事情正悬而未决，倘若再处置魏姬夫人，难免会引起后宫震动，所以还是多加谨慎为是。大王，西施夫人来了。她到这做什么？西施夫人只是说有要紧的事情。寡人在议政，让她回去。是。大王，我去跟她说。不必。夫人，你不能闯进去。夫人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夫人。参见夫人。奴婢叩见大王，奴婢是来为王后求情的。赐座。大王。坐下。太宰，你们接着说下去。臣以为，即便魏姬夫人是魏国的公主，但如今却是我吴国的子民。既然是我吴国的子民，就不能不遵我吴国的律法。依照我吴国的律法，其罪当斩。可她又是大王的妃子，毕竟有所不同，所以赐毒酒自尽，以保全尸为痛。大王。
但是没有瞒过大王，铸成大错。求大王，就饶魏姬一命吧。你来这里，不是说要为王后求情吗？难道连魏姬的性命也要夺？可人命关天啊，人死便不能复生，所以奴婢不得不说。你倒真是好心肠啊！你有没有想清楚，魏姬这么做的起因也有你的缘故，因为寡人宠你，所以她要夺宠，所以才会有如此的举动。奴婢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得知魏姬有此举动，虽然十分震惊，极不赞同，可是同时又心生同情，所以不忍拆穿，怕的就是大王心生火起，引起魏姬性命之余啊。纵使他有千错万错，可他终究还是因为对大王有爱，欲要大王至宠而至，所以西施斗胆恳请大王法外开恩，千万要三思而行。你还是要为他求情。如果大王不肯饶过魏姬，那就请大王也赐奴婢一死。西施，你为什么这么拗？明知寡人舍不得你。大王，西施刚才的话都在情理之中，奴婢也赞同。不过，恳求大王，如能宽恕魏姬夫人，是否也能一并宽恕王后？否则，难以服众啊。是，提醒的对。都是寡人的女人，同样有罪，岂能只罚一人呢？还有一事要禀告大王，魏姬夫人病得不轻啊，无论做何种处置，恐怕都来日无多了呀。你起来吧。谢谢大王。在寡人未做出最后决定之前，我们去看看魏姬。父王，钱雍怎么还在这？我在候着母亲。大王，这个时辰为千雍请的先生该到了，妾妃向大王告退。儿臣告退。我记住，请来看你。是。有儿去找我。是。为他的母后向你求情。是。可是，即便大殿下不来找我，我也会为王后求情。因为王后和魏姬夫人一样，虽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罪不至死。按我吴国的律法，欺君者立斩无赦。凭什么说他们罪不可赦？奴婢不懂吴国的律法，但是奴婢懂得世间人情。王后这样做，只是为了她自己的儿子，也是大王的儿子。寡人的儿子。寡人自有安排，他们是私欲所为，罪无可赦。私欲所为，即使是私欲所为，大王就真的舍得让他们一死吗？如果奴婢猜的没错，大王把王后娶进宫中的时候，一定有所许诺吧？把身为魏国公主的魏姬夫人娶进宫中的时候，一定也有所许诺吧？洞房内，红烛下。不知道大王还记得吗？大王还许诺过什么？奴婢不知道大王对他们说了什么，但奴婢知道大王对我说了什么。如果有一天奴婢和他们一样犯了罪，只怕这些甜言蜜语也抵不上一死吧。
参见大王。侦探姑娘，太宰大人，我们还是在外面候着吧。这里简直都认不出了。冬梅姑娘，奴婢冬梅叩见大王，叩见夫人。魏姬夫人，她就吃这个吗？只好偷偷地换成了一只木偶。情所至心，心乃碎。他不知道抱的是心乃碎。我知道，从那天起，夫人的神志就很清楚，除了睡觉，就是抱着襁褓不住的唱。不住的咬，命乃醉心。太宰没有叫郎中过来看过，郎中说是气血攻心，要治也难了。情乃真心，心乃静，心乃静心，命乃定。至心，心乃碎。心乃碎心，命乃醉。命乃醉心，情乃真。情乃真心，心乃静，心乃静心，命乃定，心乃静心，命乃定。母亲，为我请的新先生在哪儿呢？什么新先生？我让你回来是为了好好看看这个。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，争吧，闹吧，直到跳进自己掘好的墓坑里。母亲，在说谁？自然是王后和魏姬。终于让我吐出心里这口闷气了。那父王以后会善待母亲了吗？母亲可别忘了，父王身边还有那个西施和郑旦。可他们没有儿子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们会和王后魏姬一个下场。你要记住我的话，从今往后，执掌着后宫的会是你的母亲，接替王位的储君会是你，我的好儿子。难道你没听懂我说的话吗？我看未必，母亲有些想当然了。储君之位轮不上儿子。糊涂！王后被废黜了，公子友还有什么资格做储君？不然，儿臣这次随父王去越国，一路上还是看得出来，父王很看重哥哥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王后这一步是自己跳下万丈深渊，把他儿子也拽下去了。可是母亲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孩儿这段时间跟友儿哥哥在一块儿，孩儿能感觉到友儿哥哥对我这个弟弟关爱有加，心存友善，一点芥蒂都没有。可是如今，
还是要对有儿哥哥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，于情于理都过不去啊！什么叫过不去？过不去也得过。我16岁来到宫里，看得多了，受得多了，被排挤，被重伤，被冷落，被欺辱，没有我没受过的罪，还得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，面上还得若无其事，挤出笑脸。特别是生下了你，更是险象环生，处处小心，生怕你被伤着害着。魏姬明里压我，王后暗着整我，我真是如履薄冰啊！为了你，他们打了我的左脸，我还得把右脸也送上去让他们打，这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不也过来了吗？母亲，女人如花，你的母亲如今成了残花败柳，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你的身上，你不应该让你的母亲失望吧？王后为了给她的儿子争夺王位，竟然去勾结伍子胥；魏姬为了和西施争宠，竟然大逆不道，李代桃僵。他们都错在一个字上：急，急不可待，不择手段，所以才铸成大错。你要记住母亲的话，一来要处处小心，不能授人以柄；二来要把挡路的石头一块一块统统搬掉。您的眼睛这么看着我，让我好害怕。母亲，您一定要让我这么做吗？秦勇，你是我的好儿子，10几年来，我像行尸走肉，含垢忍辱，苟且的活着。若是没有你，你的母亲也活不到今天。今天上天睁眼了，我们母子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你要挺起胸膛，像你的父王一样，做个有志向、有霸气的好男人。告诉我，谁是我们眼前最要紧的敌人？说呀！我的有儿哥哥。对，还有西施和郑旦，他们就是我们要搬掉的石头。大王，魏姬夫人的事，寡人看了她的惨状，的确是不忍心再处置她。可是郑旦说的对，如果寡人宽恕了魏姬，而处置了王后，恐难以服众吧？那倒不尽然，王后是王后的事。再说，大王可以宽恕王后啊。谁都能宽恕，唯独王后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宽恕王后？她……眼下正是寡人继位以来最关键的时刻。你们以为我收回了伍子胥的兵权，他就会死心吗？非但他不死心，他的属下也不死心。所以寡人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口实和隐患。惩治王后，正是要断了他们卷土重来的野心。大王，能让奴婢说句话吗？说。奴婢以为，大王可以把魏姬逐出宫去，把王后贬入冷宫，废除她的封号。郑旦，我觉得这样一来，既惩治了他们，又给他们留下了活路。我觉得郑旦夫人出的这个主意好，这样既彰显了大王的仁慈，又不伤大王的尊威，的确是个好主意。你们的主意不是好主意，我请大王再好好想一想。魏姬夫人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，如果逐出宫去，她还能再回到她的魏国吗？我想不出，这样的她还能怎么活下去？还有王后，这20年来，她都尊为王后，如果打入冷宫，她必定会遭受屈辱。这样的她，怎么还活得下去啊？你说对了，寡人正是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他们令寡人蒙羞，令吴国蒙羞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，罪无可缓。
太宰大人，臣在。传群臣入宫。是。大王谕：魏姬无德，欲将庶人之子李代辅将，祸乱宫廷，其罪难赎。念其大病在身，且阴谋未遂，故免其死罪，逐出王宫，送返魏国。大王谕：王后本为后宫之主，魏姬一事难辞其咎，且对大王子疏于管教，使其不顾尊卑，纵情声色，故废其后位，囚其甘陵宫。这可是大事啊！相国对寡人的决断可有异议？臣没有异议。魏姬有罪，罪在不赦。但大王能网开一面，足见大王的仁慈之心。相国接着说：“大王，末将有话要讲。讲。末将有一事不明。既然王后是因魏姬的事情而获罪，那么大王对魏姬尚能宽恕，为什么对王后却要如此严厉呢？”是啊，臣也以为废后事大，大王还要三思啊！请大王收回成命！请大王收回成命！大王三思啊！大王三思啊！收回成命啊！父王，父王，饶过母后吧！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儿，就算是天大的罪，儿愿意为母亲承担。求求父王，求求父王！相国不想为友儿说几句话吗？求求相国，救救我的母后吧！求求相国，救救我的母后吧！寡人知道，相国虽然性格刚烈，但对孩子却心如柔水，又慈父心肠。所以寡人要听听相国的真知灼见。臣不应当讲。为什么？臣说不应当讲，那是因为于情幼儿殿下师从老臣，臣没有推辞的理由；而于理，王后的事是国事，臣不能挟私而言。如果寡人要你秉公而言呢？臣赞同大王的决断。你不想再为王后求情了吗？如果你再不开口，就没机会说话了。相国，臣老了，不能久战，臣告退。来人，在。送相国回府。是。寡人有谕，封正旦为妃，择日行册封之礼。哟，阿威大人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奉大王之谕去见王后。你们这是？啊，预备魏姬夫人出宫，而后把那边收拾一下。侦探姑娘可等急喽。那座寝宫是给侦探姑娘的？是啊，阿威大人走好，我先带他们忙去了。好。哎呀，相国你倒是快点啊！那大王在书房里还等着回话呢。
相国、太宰大人。相国，还是请太宰大人独自前往。哎，这怎么行啊？哎，相国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些年来，虽然在很多事上我与相国相左，可到了关键时候，我伯嚭还总是念着相国。这件事儿，相国是非去不可。大王让我和你一起去见王后，难道相国还不解其中的深意？深意，自然是深意呀。从越国回来之后，你和王后的许多事情，闹得宫里宫外是沸沸扬扬的，一人难堵万人口啊。大王让你和我一起去宣读废后的手谕，就是让所有人知道相国是相国，王后是王后啊。这无论是对相国还是对王后，都是件天大的好事。好事？王后是因为我伍子胥获罪，宣读这样的手谕，老夫无言以对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能负了大王的好意。难道相国还不肯听我劝？既然当初相国为了家人，为了儿子，顺从了大王，而如今就该一心一意守好相国的本分。如果你要再和大王执拗下去，那可就枉为人杰了。